哦，等一下，台北的会友还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至今我们已经走了1.8公里了，郑姐还可以吗？好，我们才走1.8。郑姐可以吗？我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要回家了。这只会唯一一次见到他的时候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怎么问他？他连踩都下次可以没有，那个还有。没有收入的业绩算价值，它的价值。哎，台北分会是不是要说谢谢我？我带你们出来会客哎。中间的那个核心哎。我是带你们来会客。快来，给你摆，往上走，往上走，往上走，给你摆，往上走，往上走，给你摆，谢谢刚刚导游。给你摆，哎 come on， 哇，要干嘛这里？快来，给你摆，慢慢，棍子先收起来，给你摆，你很棒，你也很棒，真的我很棒，干够累的，你也最棒，你最棒。你真没错，快来，来给你摆，耶！耶，哎。